歡迎大家嚟到可持續發展小教室嘅第一堂，我係3A 班嘅郭燕一。我係3A 班嘅石排陽。我哋今日會講下乜嘢可持續發展。係啊，今日主要有2部分。第一係可持續發展嘅定義，第二係國際上訂立嘅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。咁可持續發展係咩嚟㗎？係咪食得㗎？其實就係滿足我哋現在嘅需要，但唔會損害下一代滿足佢哋需要嘅能力，同時要確保環境、經濟同社會3方面都有平衡。我印象上地理堂有聽過喎。我記得可持續發展之所以重要，係因為呢代人係要對下一代負責任。以前城市發展過於急速，令環境喺開採自然資源嘅過程中受到破壞。而家實行可持續發展嘅目的係想修復社會與環境資源，令下一代人都有能力使用資源。係㗎，人類活動所需要嘅資源都係取自於自然。如果唔理自然資源嘅回復速度，遲早會耗盡所有自然資源。加上以往發展模式帶嚟嘅問題越嚟越多，所以一定要有新方法解決呢啲社會同環境問題。保育環境其實就係保育我哋維生嘅資源。全球為咗一齊解決問題，就制定咗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。呢啲目標係適用於所有國家。目標係希望喺2030年前建立一個更和平嘅可持續世界。呢啲目標都同我哋生活息息相關。而第一個目標係無貧窮，意思係消除一切形式嘅貧窮，落實社會保障制度同制定兼顧性別平等同惠及貧困人口嘅政策，希望減少1半以上貧窮人口同保障平等權利。其實貧窮嘅出現係因為資源分配不均，透過政府政策嘅協助嚟確保資源分配相對平均啲，都係一個解決貧窮問題嘅方法。所以一環扣一環之下，應對貧窮之後嘅目標就係要做到零饑餓啦，即係要同時消除饑餓問題同營養不良嘅問題。而要達至呢個目標，係要確保一個地方嘅糧食供應穩定咁滿足需求。同時，糧食嘅質素都需要考慮，以改善營養攝取狀況，而同時促進可持續農業嘅進行，避免過度耕作而令可耕地面積減少。所以有充足嘅糧食之後，就係關乎全球人民嘅良好健康與福祉。呢個目標係確保所有人擁有健康嘅生活方式，促進福祉，降低孕婦死亡率。同時，由於人類越嚟越容易接觸到藥物，為咗避免細菌出現抗藥性，所以亦有必要預防藥物濫用嚟對抗傳染病。原來係咁，所以為全球人民提供優質教育就變得好重要。例如提供免費中小學教育並增加合資格教師，希望令全球大眾都可以對世界有更清楚具體嘅理解。透過教育嚟消除歧視，保障教育平等以及推動可持續發展教育，咁先可以明白全球正面對緊啲咩問題。明白到個問題係咩，先可以解決到個問題㗎嘛。而第5個目標係性別平等。性別平等係基本人權，等所有人都可以參與社會同經濟活動，咁先可以人盡其才咁為全球發展出一分力。第6個目標，清潔飲水和衛生設施，即係要確保所有人都可以有清潔嘅食水使用同衛生設施，咁就唔可以浪費任何一滴水啦。所以而家都會鼓勵人民提升用水效率。除此之外，政府都需要確保淡水供應嘅穩定，保護同恢復與水相關生態系統。之後第7個目標係經濟適用嘅清潔能源，尤其喺現代個個機不離手，需要用到不同嘅電子產品先可以做到嘢嘅時代下，要確保人人獲得負擔得起、可靠、可持續嘅能源都好重要啊！我都唔敢想像而家嘅生活冇咗電力會係點樣。所以為咗保育現有資源同唔對人民構成巨大影響下，提升可再生能源比例同推動清潔能源研究同投資，都可以減慢使用化石燃料，令我哋免於面對能源短缺之餘，仲可以做到保育環境。咦？
頭7個目標都係同全球社會人民生活需要有關嘅目標喎。咁其實可持續發展都唔係淨係講環境啫，係咪有啲特別嘅原因㗎？係㗎，Leave No One Behind 都係設計可持續發展17個目標嘅設計意念。咁我明啦，意思即係唔會放棄任何一個喺地球上嘅人，但係要達到呢啲目標都真係要用好多錢喎。所以跟住落嚟嘅目標都會同經濟社會有關，就例如第8個目標係體面工作和經濟增長，推動全面且具生產力嘅就業，確保人人有合適嘅工作。經濟增長要包容同可持續。連同第9個目標係產業創新和基礎設施。基礎設施投資好重要，要加強科研，提升工業技術，支持工業多元化與技術開發，令產業多元化先可以避免一地經濟出現波動而變得不穩定。第10個係減少不平等，目標係透過推動共融環境同喺財政與社會政策作調整，同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同投資，希望減緩國內同國際之間嘅不平等機會同創建共融社會。而第11個目標係可持續城市和社區，透過建設包容、安全、具抗災能力嘅城市和提供安全綠色公共空間，並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，減少城市對環境嘅負面影響。所以由第11個目標開始都係講緊環境喎。係㗎，隨住全球暖化問題日益嚴重，部分氣象災害都變得更為強烈，所以全球都有必要令自己嘅地方變得更具災害韌性。所以第12個目標係講緊負責任消費和生產，鼓勵工商業以負責任方式生產，妥善管理化學品與廢物，推動大眾認識可持續生活模式，即係從我哋個人生活入手，減少浪費資源和製造不必要的排放，嚟舒緩全球暖化。除咗個人努力之外，第13個目標係氣候行動。呢個目標都係想透過國際合作，令各國必須負責任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，嚟應對全球暖化。有部分生物嘅生存空間係受到威脅，就例如第14個目標係講水下生物。全球暖化令海水升溫、珊瑚白化，破壞生物生境，所以先要保護海洋生態，而且透過可持續方式捕撈、限制過度捕魚，長遠地利用海洋資源嚟帶來經濟收益。所以保育完海洋生物後，第15個目標就係陸地生物啦。透過可持續管理森林嚟防止荒漠化同土地退化，用嚟維持陸上生物生境嚟遏止生物多樣性下降。而好多國家都會立法保育生物生境，但係立法之所以有效度係在乎執法。所以第16個目標係和平、正義與強大機構。雖然表面上係針對戰亂和國與國之間嘅衝突，但係都關注暴力罪行嘅根源，包括腐敗同賄賂、唔受暴力對待嘅基本自由。呢啲措施都可以保障司法服務嘅質素同打擊有組織犯罪，其實都係其中一個保護環境同人民嘅方法。最後一個目標係促進目標實現嘅夥伴關係，建立全球合作，互相扶持，加強科技與創新領域嘅知識分享，即係令較發達國家及欠發達國家之間嘅技術轉移，嚟廣泛應用新科技處理不同嘅全球議題，咁先可以同心協力達成可持續發展目標。今日全部嘅內容就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都知道可持續發展同我哋嘅生活，以至環境、社會、政治、經濟息息相關。我哋每日嘅選擇都會令世界變得更好。